有啲話唔係幾好聽，但係如果你真係聽入去嘅話呢，咁你就贏咗絕大部分嘅人啦。今日冇雞湯，全部都係砒霜，15個令到你聽起嚟毛骨悚然嘅人性真理。早睇你就早啲清醒。第一，無論同邊個打交道，適當嘅強勢同埋拒絕，先至能夠贏得尊重，唔會被欺負。人生最痛苦嘅一堂課，永遠係你唔設防嘅人嚟幫你上嘅。跌得最深嘅坑，往往係你同情嘅人幫你挖嘅。有啲人唔可以交，有啲人連認識都係一種錯。第二，你食泥嘅時候，冇人會問你慘唔慘，但係你食肉嘅時候呢，就會好多人會嚟問你。究竟香唔香？有啲人日日口裏邊話希望你過得好，其實係最睇唔得你好嘅人。你有利用價值嘅時候，佢哋會笑面相迎；你冇利用價值嘅時候咧，佢會想方設法咁樣避開你。第三，有啲人窮咧係有原因嘅，窮到老更加係有原因。唔係所有嘅老人都值得尊重，壞人亦都會變老。人渣不分男女，廢物不分年齡。過期嘅食物唔會俾你帶嚟任何嘅營養，仲有可能會令你中毒身亡。第四，無意中講出嚟嘅話先至係實話，冇意識嘅行為先至係真面目。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唔好聽佢講乜嘢，而係要睇佢做咗啲乜嘢。刻意準備嘅嗰種叫做儀式感，長情嘅陪伴反而係最大嘅浪漫。第五，同人哋打交道嘅時候，將大事分解成小事，大利益分解成小利益。能讓先讓對方付出一部分代價嘅，就唔好等到最後再嚟一齊付。早晚都要俾人哋嘅利益，能夠早俾就唔好晚俾。人性會隨住利益嘅大小產生劇烈嘅起伏，利益大咗，人性入邊嘅貪婪就會俾無限咁樣放大。第六呢，一味忍讓只會讓對方覺得你好蝦。適當嘅反面就係為咗讓人哋知道你嘅底線喺邊度。第七，生活唔會偏袒一個弱者，就好似歷史唔會記住一個普通人一樣。你弱你就冇辦法得到好嘅人脈，你弱你就冇辦法得到人哋嘅尊重，你弱你嘅生活就只有殘酷。榮華富貴多兄弟，人走敗運久變心。邊個好邊個唔好，只有落難嘅時候先至會現出原形。第八，飲酒唔醉，咁係你飲得少。以德服人，咁係你打唔過人哋；見色不迷咧，咁係因為你溝唔到佢啫。淡泊名利係你實在冇辦法。聖人喺書入邊，而唔係喺生活裏邊。只有擁有過，你先至可以傾方向；只有經歷過，你先有資格話睇穿咗。第九，傷害你嘅唔係人哋嘅無情，而係你心存幻想嘅期待。你冇希望，又點會有失望呢？生人三分熟，熟人三分親，三分就係最好嘅關係狀況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半人半鬼，遠睇係個人，近睇邊個都唔係好人。第十，寧願強到令人哋妒忌，都唔好弱到令人哋可憐。唔爭唔搶，歲月都唔會靜好。活喺人世間，想要暢快，咁你就要有4分嘅自強不息，3分嘅溫暖，2分嘅薄涼，最後留1分可以隨心所欲。第11，實力先至係行走江湖嘅通行證。冇實力，情商再高啊，都係廉價嘅討好。社會成就係由15%嘅能力同85%嘅情商嚟決定嘅。但係尷尬嘅係，如果你冇嗰15%嘅能力，咁冇人會在意你嗰85%嘅情商。冇實力嘅情商叫做廉價嘅討好。第12，同人哋交流呢，先講對方中意聽嘅，再講佢能夠聽得入去嘅，最後先至講你想講嘅。人喺溝通嘅時候，大腦永遠都係先接收情緒，後接收內容。如果你嘅情緒唔啱，你講嘅內容再正確，對方亦都聽唔入去。第13，你寧可花時間選擇對嘅人，你都唔好去試圖改變一個錯嘅人。有啲人你係改變唔到嘅。狗中意食屎，貓中意偷腥。刻喺骨入邊嘅天性係唔可能被改變嘅。如果有人第一次呃你，咁樣接落嚟呢，佢仲會繼續去呃你。傷害只有第一次同埋無數次。第14，呢個世界唔存在住咩性價比，長期用嘅嘢就一定要買貴嘅。平嘅唯一優點就係平，貴嘅唯一缺點就係貴。值唔值得都係幻覺。多年以後你就會發現，你唔會為曾經過一次慳錢而一直開心，只會為你冇體驗過嘅事而
抱恨終生。第15，好多成功嘅人士咧，過咗河之後咧，佢就會將條船收埋佢，然之後話你知，你嗱臨去苦練游泳嘅本領啦。學會游水嘅你喺河入邊掙扎到精疲力盡，到死啊都以為係自己唔夠努力，眯埋雙眼嘅追隨叫做盲從。欣賞一個人要學識擘大雙眼去相信。